台南的观光产业热扑扑，这5年来民宿总数为300多间，家庭飞到600多间。去年民宿营收是6都的第1名。不过，民代就提醒，这观光产业恐惊会造成恶性的竞争。市府表示，会伫合理的范围管理这客房的总数。台南的观光业长兴，5年前民宿才323间，到当已经有646间，数量是家庭倍。就民代提醒，应该要注意，敢有恶性竞争的状况。双城观光地区古城历史街区划设后，与台南观光产生共伴效应。未来观光旅游局仍会在合理范围内持续进行客房数的成长管理。实际来到台南较热闹的所在，平常时就会当看到袂少外国的朋友客来住民宿。对管制客房总数的部分，民宿业者认为应该要交予市场机制自然淘汰。然后这么多的竞争，然后反而就是留下优秀的，因为其实还是有不认真经营的，我们就让它淘汰掉。你环境若无好，人哪有可能想要投入这个产业，对不对？你若总量管制了后的时阵，咱坦白讲，那是不是会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的是，安尼到时阵白银就各当袂知。另外，最近伫网络有出现国内旅游负面声量的县市排名，前3名分别是屏东、高雄、甲台南，恐惊会损害地方的形象。民代呼吁市府就要赔回。那比如说，大家喜欢讨论台南，那台南的负评当然也多，但是也有可能台南的正评也非常的多啊。然后，我认为这个资料是非常失真。台南的城市文化吸引侪人去佚佗。去年民宿的营收有到3亿，是6都第1名。民宿业者呼吁市府，就甲品质搁好，才会当提升观光，互地方愈来愈佳雅。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。